为甲詹日升最近伫咧宜兰圆山举办公益画展，詹日升表示，讲展览的作品若准有卖出去，会摕20%来帮助流浪狗，加做生命教育基金。所以我是用红色的来做主题来发挥，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家的狗它是比较热情，比较有一点活力。为狗做主题，红色是主色调，表现出家己厝的狗是遮尔热情，佮有感情。画家詹日升最近伫个圆山乡以“拢爱看见希望”做主题办理画展。假使讲画展的画若是成功卖出去，20%会甲投入去流浪狗的救援。那我们来这边看画展以后，如果有这个缘分来收藏作品，我们会捐出20%来帮助默默书。画展顶到8月初6，拢总有30百。詹日升的画作是以心灵安踏来做创作，600个收益拢会来到这当年照顾流浪狗的默默册店。詹日升甲册店的头家康树凯，伫5年前5月做伙来救9只流浪狗，因乡人拢有饲一只。伫个画内底，这只红色的狗就是苏东时认养的。默默书店一直长期在做一些生命教育的一些课程的推广。然后大部分都是公益，没有收费的。这个流浪狗常常都去互人喊，也是讲去打着人掠野兽的福啊。要来救这个受伤的狗，康苏凯伊长期来投入心血，伊希望这个画作会当顺利卖出去，来正做册店内底办理生命教育的基金，并且煞咧来做救援的工作，会当互更较侪流浪狗有人来疼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